嫁接睫毛看似簡單，但係如果想真正做得好，其實有好多技巧秘技喺裏面㗎。掌握到真正健康嫁接睫毛嘅技術，可以話唔憂冇生意，客人先可以長做長有。我哋嘅嫁接睫毛課程由有多年服務客人經驗嘅專業美睫導師教學，無論日式單根、台式山茶花、3D、5D 定6D， 老師都會全部教你。而且仲會好貼地咁分享處理唔同客人嘅各種手法，唔同眼型、唔同款式、唔同處理方法，你都可以真正咁掌握。而家報讀仲會教埋割蛋白曉睫同印睫技術添。學校同時送你整套開業套裝，上堂又會安排多次真人練習機會，等你可以好放心咁學以致用。完成課程考試合格，仲會得到一張國際註冊人才庫協會嘅專業美睫證書。除此之外，仲可以銜接台灣、韓國、英國 iPad、ISO 9001等等嘅證書，對你求職移民絕對有好大幫助㗎。